啊，歡迎收聽 Wisdom Channel。今日所講嘅就係關於李嘉誠上唔到天堂，呢個係 question mark 嚟㗎。我冇話佢上唔到啊，只不過 question mark。首先好簡單咁樣介紹，我睇翻呢個維基嘅百科嗰度講，咦，李嘉誠係一個爵士嚟嘅喎，都係一個gentleman 嚟嘅喎。咁就1928年出生啦，嚇。咁呢度咧就講到啦，福布斯嗰個雜誌咧公布2012年嘅最 update 嘅就係李嘉誠嘅資產總共咧都高達255億嘅美元，即係大概成2000億嘅港元喎，排名就係全球第9啦。咁你都知道佢係呢個亞洲嘅首富嚟嘅，咁亦都喺香港嗰度咧，即係發跡啦，即係好有錢嘅人啦。咁我慎防大家唔知，所以我講多啲關於佢嘅事先。嗱，呢度咧有啲網友咧整咗一啲搞笑嘢啦，就係將佢變做呢個主禱文啊嚇。呢度咧就點樣咧？主禱文就將嗰個神嗰個李咧就改成李嘉誠嗰姓氏嗰個李咁樣嚇。咁呢度講啦，我們在中環的超人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香港，如同在長實。求八街今天賜給我們日用的物品，免李家的稅，如同我們免窮人的福利喎。不要讓我們遇到風球，但救我們脫離黑雨，因為住屋、電力、交通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咁簡單介紹啦，八街就係佢嗰個超級市場啦。咁其實我都要幫襯佢㗎啦，冇辦法啦，因為要食嘅。咁八街就喺附近又方便，咁都要幫襯佢啦。咁另外遇到風球嗰個咧就係同埋黑雨咧，就係關於嗰個李氏力場啊，即係就係所謂嘅因為天文台就驚影響到營商嘅問題，咁就有機會唔知會唔會係關李氏力場事咧，就將嗰個風球咧遲都唔上嚇，於翻工嘅時間都係轉作為通宵市場嘅。咁好多次應該要打風嘅時候都冇打到風嘅，咁就所謂嘅李氏力場啦嚇。咁另外呢度佢話原來佢都有喺長和系嗰度咧都有公布業績咧，嗰度講咧就係話佢都有投資喺個 Facebook 嗰度嘅，但係就表到明話自己係唔會開設 account，因為驚點擊率太高啦嚇。咁佢真係當咗自己係標機喎，咁都唔奇嘅。咁標機佢都曾經開過 Facebook 有個戶口嘅，但係成1萬個 friend 咁多，咁最後尾佢都係決定，嗰啲 friend 都唔識㗎啦，所謂嘅 friend，咁都唯有 close 咗個 account 啦。咁李嘉誠作為呢個全球10名內嘅首富。咁佢咁樣講都一啲都唔出奇嘅。嗱，咁不如咁啦，我去片，咁大家再睇下認識多啲李嘉誠關於佢嘅事啊。好啦，去片。李超人唔肯捐1半身家。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，但係我亦都用之有道。有40個美國富豪承諾捐出至少1半身家喎。香港首富就話佢個慈善基金會已經等於佢身家嘅1/3。過去呢30年有記錄嘅捐出嘅錢，總共嘅數字係大嘅100幾億嘅。但係呢，未來10年嘅我相信基金會多過過去3年捐嘅錢。我見到我亦都相當即係相當滿意嘅。好啦，喺度講到李嘉誠嘅基金曾經捐過100億嘅港元喎。咁到底根據翻聖經嘅記載，李嘉誠可唔可以上到天堂呢？咁我哋一齊睇下呢個馬太福音第19章嗰度第23節嗰度講到，耶穌對門徒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財主進天國是難的。我又告訴你們，駱駝穿過針的眼，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。門徒聽見這話就稀奇得很，說：這樣誰能得救呢？耶穌看着他們說：在人這是不能的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哇！又講到連啲有錢人入天國都係好困難嘅喎，但係到底點樣解呢？咁其實作為一個有錢人，一個事業咁成功嘅人
喺世界上排名首10位嘅首富，咁有錢嘅人，冇理由有啲嘢做唔到㗎喎。但係原來耶穌就正正喺度同佢哋講，就係話好多時有錢人以為自己心目中就係神，以自己為首，以為憑着錢、憑着自己嘅智慧、憑着世人嘅力量、權力就可以解決到一切嘅問題。但係原來耶穌同佢哋講，喺人做唔到嘅情況下，喺上帝裏邊凡事都能。到底我哋有冇將自己嘅心中嘅首位交翻俾神呢？我哋會唔會喺神面前謙卑呢？始終都係有樣嘢我哋係做唔到嘅，就係要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上到天堂唔係單憑錢、單憑世人嘅智慧、單憑點樣去捐錢就可以做到嘅。不如嚟緊，我哋睇一睇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節嗰度講到一個故事。呢個故事係一個財主和拉撒路嘅故事，亦都相信呢個係一個千真萬確已經發生咗嘅事實。第19節，有一個財主穿着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，天天奢華宴樂。又有一個討飯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渾身生瘡，被人放在財主門口，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，並且狗來舔他的瘡。後來那討飯的死了，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。財主也死了，並且埋葬了。他在陰間受痛苦，舉目遠遠地望見亞伯拉罕，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裏，就喊着說：我祖亞伯拉罕啊，可憐我吧，打發拉撒路來，用指頭沾焦點水，涼涼我的舌頭，因為我在這火焰裏極其痛苦。亞伯拉罕說：兒啊，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，拉撒路也受過苦，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這樣，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，以致人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，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也是不能的。財主說：我祖啊，既是這樣，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為我還有5個弟兄，他可以對我們作見證，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。亞伯拉罕說：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。他說：我祖亞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，到他們那裏去的，他們必要悔改。亞伯拉罕說：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，就是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，他們也是不聽勸。呢度講到係一個有錢人同埋一個討飯食嘅人。一個有錢人天天都宴樂奢華，佢根本就生活就無憂嘅。而一個討飯嘅嗰個拉撒路，佢除咗冇錢之外，又要討飯食，佢渾身生瘡，連啲狗都要舔佢嘅瘡，而佢只能夠食財主喺桌子上面掉落嚟嘅一啲飯碎咁樣。但係後來當然2個人都死咗啦，而貧窮嘅拉撒路就係俾天使帶去放喺亞伯拉罕嘅懷裏，而嗰個財子之後死咗，俾人埋葬咗。佢而家就喺地獄裏邊受苦。雖然佢都係亞伯拉罕嘅後裔，係以色列人，但係佢亦都喺地獄受到永火嘅之痛，極其痛苦。痛苦到一個地步，佢都唔敢去求拉撒路，求亞伯拉罕去俾佢離開呢個地獄，去到天堂嗰度。佢只係求佢俾一滴水佢，好叫佢掂一掂佢嘅舌頭，涼一涼佢嘅舌頭，等佢舒服翻少少咋。但係個亞伯拉罕就同佢講啦：你應該生前回想翻你所享過嘅福。原來拉撒路亦都受過苦，如今佢得到佢應得嘅安慰，你就要喺度受苦啦。唔單止係咁樣，原來喺聖經裏邊好清清楚楚咁講到明，原來天堂
同地獄係有深淵嘅限定。喺天堂嘅人係去唔到地獄嗰邊，而喺地獄受苦嘅人亦都係去唔到天堂嗰邊嘅。佢哋最多只能夠遠遠咁互望大家，係絕對去唔到另外嗰邊嘅。而當嗰個財主求唔到嗰滴水嘅時候，佢就唯有求呢個亞伯拉罕去打發呢個拉撒路去到佢屋企，可以向佢嗰5個弟兄作見證，免得佢哋都嚟到呢個咁痛苦嘅地獄裏邊。但係亞伯拉罕就話，原來佢哋係有摩西同埋先知嘅話可以聽從。呢度所講嘅就係摩西五經同埋佢先前舊約裏邊所記載啲經卷、一啲律法、一啲誡命。而時至今日，呢一啲律法誡命就好似代表住今日我哋所擁有、所讀嘅聖經裏邊教導，原來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。原來信耶穌先有得永生。如果亞伯拉罕點講啊？如果佢哋唔聽從摩西同埋先知嘅話，就算有一個人從死裏邊復活，佢哋都係唔會聽勸嘅。就好似我哋正今日咁樣。假若有一天李嘉誠落到地獄裏邊，佢求亞伯拉罕，求主耶穌啊！你話俾我嘅仔李澤楷同李澤鉅聽啦，話俾佢聽唔好嚟到呢度地獄啊！要信耶穌先可得永生，要聽聖經嘅話。一係你俾我復活啦，等我可以親口同我嗰2個仔講關於天堂同地獄嘅事啊！但係唔好意思啊，原來呢個世界上面我哋係有聖經，有聖經話俾我哋聽，呢個天堂係可以點樣去嘅。我哋首先要放低自己，邀請我哋主耶穌係進入我哋嘅心中，作我哋唯一個人嘅救主。呢個先係唯一嘅辦法。要信耶穌，要悔改，先可以得永生。喺路加福音第6章裏邊第24至到第26節嗰度講到，但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；你們飽足的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將要飢餓；你們嬉笑的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。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，你們就有禍了，因為他們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這樣。去到最後，我想送一個聖經嘅金句，一個耶穌講嘅説話，送俾李嘉誠。而一句説話係可以包括晒喺傳道書裏邊所講嗰種虛空嘅感覺。而呢一本傳道書嘅作者就係一個皇帝，佢叫做所羅門，係以色列人當中最有錢、最有財富、最有權力嘅皇帝。而佢嘅智慧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因為係上帝親自俾佢嘅。但係耶穌講嘅呢句説話，就正正包含晒佢所講傳道書裏邊嗰種有錢嗰種虛空。我就將呢句金句送俾李嘉誠。